仁愛、德行與和諧祈禱文，受儒家思想啟發的道德覺醒與社會和諧祈禱序文。此祈禱文旨在引導人們超越自私、無知、失禮與社會失和，走向仁愛、德行、智慧、誠信、責任與和諧的人生。其中融入了儒家傳統的重要價值觀：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以及孝道、自我修養、社會責任與天下為公的精神。懷着真誠、自省與追求美德的心誦讀此祈禱文，有助於培養謙遜、道德覺悟、責任感與和諧精神，使個人與社會共同走向更美好的境界。仁愛、德行與和諧祈禱文第一節：願我由無知走向智慧，由迷惘走向明辨，由輕率走向教察。第二節：願我由自私走向仁愛，由冷漠走向關懷，由分裂走向和諧。第三節：願我由傲慢走向謙遜，由自負走向樸實，由自我中心走向自我修養。第四節：願我由虛偽走向誠信，由欺瞞走向真誠，由失信走向守信。第五節：願我由失禮走向禮敬，由無序走向秩序，由混亂走向平衡。第六節：願我在憤怒中保持克制，在言語中保持溫和，在行為中保持謙恭。第七節：願我尊敬父母，銘記祖先的恩德，維護家族的尊嚴。第八節：願我對朋友忠誠，對社會負責，在各種關係中值得信賴。第九節：願我勤於學習，善於反思，將知識化為智慧與行動。第十節：願我不只追求成功，也培養高尚的人格；不只追求成就，也追求德行。第十一節：願我認識自己的缺點，承認自己的錯誤，不斷完善自己。第十二節：願我由懶惰走向勤奮，由粗心走向謹慎，由疏忽走向責任。第十三節：願我由嫉妒走向欣賞，由競爭走向合作，由比較走向自我成長。第十四節：願我由貪婪走向知足，由過度走向節制，由浪費走向自律。第十五節：願我的言語真實，願我的言語有禮，願我的言語有益於人。第十六節：願我的判斷公正，願我的行為公平，願我的職責忠實完成。第十七節：願我明白權利與責任並重，願我以責任實踐自由，願我兼顧個人利益與公共福祉。第十八節：願我由知識走向理解，由理解走向智慧，由智慧走向明智的判斷。第十九節：願我由自負走向謙遜，由虛榮走向樸實，由自我讚美走向自我修養。第二十節：願我尊重他人，尊重每個人的尊嚴，關心他人的幸福與福祉。第二十一節：當成功來臨時，願我保持謙遜；當失敗來臨時，願我保持學習之心。第二十二節：願我在困難中保持耐心，在逆境中保持勇氣，在挑戰中保持平衡。第二十三節：願我由急躁走向審慎，由衝動走向深思，由反應走向理解。第二十四節：願我為社會福祉作出貢獻，尊重公共利益，積極參與共同進步。第二十五節：願我不只關心自己的家庭，也關心全人類，由狹隘走向廣闊胸懷。第二十六節：
願我追求真理，實踐正義，堅持高尚品德。第27節，願我尊敬長者，關愛孩童，善待每一個人。第28節，願我學會傾聽，學會理解，學會以智慧言說。第29節，願我的思想保持平衡，願我的情感保持平衡，願我的行為保持平衡。第30節，願我尊重差異，接納多樣性，走向和諧共處。第31節，願我將公義置於便利之上，將真理置於利益之上，將德行置於私欲之上。第32節，願我不僅增長知識，也培養品德，不僅提升能力，也承擔責任。第33節，願我的心智受到約束，願我的言語受到節制，願我的行動得到完善。第34節，願我有智慧選擇正確之事，有勇氣拒絕錯誤之事，有決心追求高尚之道。第35節，願我認識自己的局限，發展自己的才能，不斷提升自己的品格。第36節，願家庭充滿和睦，願社會充滿信任，願國家充滿道德。第37節，願教育充滿智慧，願領導充滿公義，願權力充滿責任。第38節，願人類充滿仁愛，願社會充滿合作，願世界充滿和平。第39節，只要生命仍在，願我繼續學習，繼續進步，繼續服務他人。第40節，願仁愛之光日益增長，願德行之道更加堅固，願和諧遍及天下。功德，凡以真誠、自省與追求德行之心，誦讀、聆聽或思維此仁愛、德行與和諧祈禱文者，其內心將逐漸培養出謙遜、責任感、誠信與道德勇氣，自私、傲慢與無知將漸漸減少，而仁愛、公義、智慧與平衡的人生觀將逐步建立。修習者將更加尊重家庭，關懷社會，並對全人類懷抱善意與責任感，其生命將逐漸成為德行、禮敬、智慧與和諧的體現。最終，修習者將走向道德成熟、社會責任感以及人性卓越的境界。完結。仁愛長存，德行長存，和諧長存。仁愛、德行與和諧祈禱文中，編纂與創作馬丹、莫漢、麥等武恨，全球人類使命團 Global Humanity Mission。